上臣，扰乱天规，不国人心，我佛是非，即是无人，降佛妖孽，永贞对风。事到如今，你问子民不无吗？老尊臣听你私到了，大宝全场上不断地九天长色色我不提起，举夫举妇难以才死。黑夜迷途，谁拿不到不是面孔，才让心肠他妈安顺。一恶魔王。
天子。
众臣将不若雍正雷锋大帝，谁要再撤，自非见将曹丕，西吴水官雷锋堂大。
囡，阿囡哎！里面这一层我究竟老啊，清早起来忙不过，万语小姐你为呀阿囡啊！阿娘，侬叫我做啥？阿囡啊！这两天地堂生意真是好，三餐的做饭吃不那个饱。不要想好想生意做一趟，阿囡我夸起把不当真好。好，来，好，阿爹洗菜啊！哎，哭啊！侬早去到位啊！阿爹晓得嘞，哈哈哈哈哈！哭痛哦！阿爹们去哭痛，阿囡看谁见他中。前世作孽了，生了3个儿子，那个都为眼头眼脑的人，讨了2王心，一个叫早日出版，一个叫论坛独孤。可是这里到呀，这里个了，吱吱喳喳，相互不断的。唉，看起来我3百亩田地就要不服了，这，唉，听三声娘龙啊我，妇人们啊，张苦人的阿囡，举金姑娘，身心无名花，独在满国，你晓得是真是假？昨日我不将师傅叫到屋里。我被出来到难题，我好过，今朝要把我回应。那个到这个辰光，还有殷勤，对，我还是亲自到妇人们啊去走走。山谷当中两无影，迎来一日张家门，到这理想张师傅月月来东，来着。外头啥人啊？哦，是我。是我。嗯，是我啊。牛没有光神，毛没有责任，阿哥要妈妈都有名字的，侬哪个没名字的？这病你不要到了去打针。姑娘，
我的名字有是格里格的啊？我的名字要用3个。哦，跟侬讲嘞，让我来算算看。侬听到。一对棍来，两对棍，三对五岁，四对棍，年大兴财神棍，青龙姑娘是家家孙。侬是啥人天王？哎，侬那个会晓得个？毛算什么岁数嘞？聪明，谁又是聪明哥？这么理想的姑娘，侬叫啥名字呢？我的名字嘛，哎呀，有什么说啊？我这一刀，你得还我一枪。那么侬讲嘞？根本侬听懂？一斤花来两斤多，三三就是两家斤多呀。只要问我名我姓，3天4两一家算。侬就是绝情姑娘咩？是的。难怪还有家丑。啥人天王？那侬到我屋里想做啥？哦，我想喊侬爹到我屋里共同去。啊！那啥人天王？跟侬个屋里住在啥地方呢？侬听懂？出了一头五十门，三一龙门故意拉阵，前面有色闹盈盈，后面有色浪亲啊，路过一走来过门，门前有两个关门拿人，立呀立在黄里灯，17、18步跳走出拉头顶，蹦蹦无须顺头巾，身体好像八斤拿棍，夜里饭要饭来吃，夜里饭要你张困，就是这关门拉你。侬晓得的，那么我给我听听看。啥个侬妈妈就是啥个实条呀3个前面闹盈盈嘛是读4个字吗？ 4个郎青青嘛，是4堂。没错。来姑妈妈就是圆圆个药童们。对个。门口2个关门人啊，就是那门口2只钟雷子。侬到我里来过去哦。来什么来过？毛菜菜的就是嘞。喊我多了闺女，门也不开，不晓得想我好不好？我都要便宜出来看到了。绝情姑娘，我起在。啥人电话？那么侬到我屋里来受雪气。非洲姐，非洲姐。点心去。点心啊，不吃姐，不吃点心不吃姐。啥去不吃呀？走。
叫我低心切切气，左切切气，聪明。这张会子我一定要给你办成功。阿奶，哎呀，阿爹啊，侬回来噻？回来噻。生意好吗？哎呦，哪里来的生意？阿娘啊，你们都来烧，人们都来炒，阿爹个肚皮让我实在。阿爹哎，你们不要烧，人们不要吵，有你请侬吃叶子饭去嘞。啥人家好叫我吃野人饭去嘞？阿爹来了外面生意没，阿侬来了殿堂里，把侬生意带来噻。啥人屋里啦10年了屋里。啥人屋里？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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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哎呀，阿爹哎！为啥不去啦？哎呦，阿囡呀，10年了搿种人家啦，没事情的辰光胡子落落，坐点坐坐，闲话蛮多，生活难做，那过上个气势头蛮多了。啥气势头啦？喏，阿爹搿只说跑向上一去，路过10年东家屋里个门口，伊倒是蛮客气个。张师傅来噻，请来告状。阿爹哎，搿么是句客气闲话呀，是请侬坐呀。哦，是请我坐啊？我坐了以后呀，伊话在张师傅啊，搿种子钱侬有没有坑过啦？阿爹，搿侬哪回答？我答了这样，我就糊里糊涂回答了他一声，我是10年东家，搿种子钱我，阿爹哎，10千嘛就是1万，种子钱嘛就是中饭呀，就是问侬中饭有没有吃过？问我中饭有没有吃过啊？哎，我吃过中饭，我有我在10年东家，侬叫我来过10个洞啊？伊我要过10只洞。10只洞？哎呀，爹，生意来噻！哎呦，阿囡啊，你报出来个洞名，阿爹从来没有看过，连听也没有听见过啦。啥个洞名啊？阿爹，搿侬讲把阿娘来听听看。好，侬听懂。哎，他是到天亮了哭，天亮洞。就是那清早起来的洗面筒。你懂？关于那俺嘴要哭无是痛啊，就是阿爹老顽童。还神落我西山黄昏洞啊，长风短风都要用，电饭回来洗家桶。家洞。关于那关崖山根要进洞啊，阿暖个房里空气通啊，我懂啊。因爱不错是么通啊。10年他要哭有给无地洞啊，要哭嘛有地无给洞，有给不给是活该，有的不给是头发痛。头洞。要哭的无给洞啊，无的不给是真啊痛。真洞。还有哎个夫妻洞，问侬阿暖懂懂？夫妻洞中常对，就是早干挑是啊痛。一句咋懂人更难懂，领导叫哪个尽是哪个洞，一到正下不通风，无地无给两头空。人哦有气有真，家家户户开仓库，解决万马怎么人，一个皇帝坐大中，三家老师多用劲，十自家看那红红啊。一直的同名也不难，银行谁叫养蜂啊痛？千军万马是风军，一只凤凰手当中，蜂窝密密像苍空啊！一年到呀闹哄啊红。
高低不隆咚，叮铃起来，慢腾腾，文龙阿暖叫啥个懂？这样的东西天天见，名堂最小吊死哦哟，阿囡呀，跟啥子都马家从小就没哭的呀！阿爹哎，侬是会哭的嘛？阿爹，跟侬搿趟去嘛，哎，侬要想点嘞，要办嘛，要硬点。伊问侬个道明嘛，那会得不一听。好，阿爹起来。哎，阿囡啊，阿爹可是到十家去，要是十年东家问我，张师傅啊，搿十只农民是不是那阿门告侬啊？搿叫我哪个回答你？阿爹，搿侬才回答伊。十年的话，侬是不是侬儿子生啊？哎呦，搿没听没我，哎，我哪个会比俺儿子生的呢？那么那个是阿门告的呢？哎呦，哎呀，阿囡才聪明。好，阿爹起来。哎。
红日，我的母自信不白脸字旁，分明是我母心生为秀才，母名自珍才安堂，方官堂无情所无所堂皆无娘。咱去进去放一放，是他开门，开门。耳听开门声，像是佛不为。神郎立门外。坐，请。宽公子的打扮，莫非是为见员公？真是，请问是他法号？并以名唤子珍。子珍，哎，你哦，这个名字高雅的很，高雅的很呐、请问是他是幼年出家，还是中年出家？并你乃是幼年出家，还来说话已有孩子与年了。你请见员公到客堂用茶。不，我要烧香拜佛，还劳师他引路。是此见员公，请。为何他开门一关门？
他，大勇报应到了，见暖公请。是他，请。这是一阵什么菩萨？这是大是大非，举不举难暖，还官司有。万老师他与我低相插座，我要拜堂一番。观音他是天庭真，下跪愿在寻母城，你咋能把与我母子重相聚？我从修庙宇在诵经声。结缘心娘亲，不与我心中梦一惊。结缘公，是他。灵堂何时离开你？你母子因我两离分。你母子是刚出生，受伤的原因不知情。愿菩萨保佑你母子早相遇。他称他金光为红颜，抬头望见一盏灯，嘎嘎挂起亮晶晶，是他。不见已有此火柴，为何还要挂此灯？此灯名叫琉璃灯，愿挂佛前11名，常照33重天上天，下照28人地狱门。先是点过这琉璃灯，今是神戴好眼睛，先是为点琉璃灯，今是眼睛看不清。恨之恨，我前世为点这琉璃灯，今世马生好眼睛。见员公你上莫有神无细品，真实是先师的点琉璃灯。我常点过这琉璃灯，为什么自己的娘亲认不清？见员公事情长成怕灵堂见也曾不清，请问你灵堂是何此人？他家是父万事
知母亲何处人？这知他不富不贫，也是一个家臣。今晚不是我要留神，得罪了生命才的情啊！请让我关上去吧。今日见缘新娘亲，他母也是出家人，我便是天子臣妾我儿来，我有心相问，他称他是堂庭有言，我不与心也一心。若换他到了见问公请是他去。这左右两旁皆是罗汉菩萨，不知这罗汉菩萨住在什么？叔叔罗汉可以问流年吉凶何福？哎，不知怎样的说法，请使他与我书上一书。请问见娘公是问功名问婚姻，是问取财问风雨？我是问寻母苦的相见，见母苦的相成。请问见娘公今年贵庚多少？18岁。 18岁。啊，18岁，18岁呀！你是哪个家先进来的？我是周家先进来的。带我数来，1、5、9、10、15、18。哎呀！说到这长眉罗汉，心头惊。终于我想起郎君身归身。18年前，苏罗汉恰恰也所当这一阵。如今郎君因为望天下娇儿自己。心是他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我不能哭，我在念经。念什么经？罗汉经。那你怎么不书下去呀？就是这阵长眉罗汉。这长眉罗汉祝我祝福。你看他笑容满面，自传祝福。此次出来，我们母子可以相成了。是他，是他，冰一冰的罗汉，怎会知道？长眉罗汉，长眉罗汉啊！可怜我真是变了仆人，从小被母抛出门，18年来无度过，错把他人做上亲，街坊邻居长谈论，说我是有娘娘来护娘生，原在不知谁是母，你总能知道源头情到根。菩萨，我问
才8岁，我本想敬他黑可一在。啊。
我这我要烧香拜佛，完了四大一个方便吧。见王公，病已久病复发，不能开门。你快回去吧。是此女在，告辞了。母亲，娘啊！劝母亲不必有理从，怕什么人言人语刺人心？怕什么出家人难应做家事？怕什么金榜不能来提名？只要母子能断句，千山万我而单成。娘啊娘，富贵荣华，荣华富贵儿保娘，我就愿母子相去同受平
我心愿母子相随我半生，不管是苦卷堂过一生，我把这三归无解，无解三归先报。
下官，你可是才？下官奉旨行安将乱，此次征召圣意，不争有违，实不知裁判哪条？你常着五公子，所在菜上宾，一人一臣，万圣无才么？吴红玉插哨兵而生，湍难引炮，欲说百姓，将乱宁愿沸腾。下官安烈言人，也是他儿生才有应得，真是引义一臣。你难道不知道父蔡少兵二人乃是朝中他臣之策？呵呵，下官岂能不知？那吴红是吴王爷的公子，查少兵，就是你雷大人、雷君臣的异父同母的兄弟。好，孔弟，来是吧，三五兄弟，万不从这再来。谢从军，我和吴后来当今身上的秀义，是你当得的吗？王子犯法与司命同罪，下官奉身上可遇，凡有强转民间欲说百姓者，虽豪门贵戚也不宽退。难道吴王爷也不知吗？好一张利罪！谢从军，本王查得你与太武非水对接，反击却做万贯强辩。所罪百姓被豪门权贵侵断田地，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，都逃往太武。下官派人到太武劝杀百姓，为乡耕种，真是给这太武地坑没法。你派袁杰到太武与非水李德在对接，反击却做，这不是谋反又是什么？请。那岳英坚是苏州太守吴承恩领去的，这吴太守是吴王爷你的凌臣，他任苏州太守又是你吴王爷的推荐，难道吴太守他也谋反不成吗？谢宗军，你痛逼为反，万贯金庄王爷不用答应，两日不早，来呀！将先生献功，若女等你若回带关中王专臣，将这些英雄都进我大上来。什么？只怕你这些苦音将我不得。为何将你不得？雷大人难道放了？本院乃是身当钦点的江南刑案，清查他臣。吴王爷此次亲临江南，就为谁教你的长方宝剑，知道你的情怀，于是自责。真不见身藏主意。哼！王爷不与身上灭语，哪里用你分辨？来呀，有，把他带下去，就兵。
谢总局昏过去了，将他人碎扑心，押了上来。谢总局，我劝你速速早晨，免得比作是空。来，君臣呐！谢总局遭人通对美办，自必是乾坤倒转，设成西上。本司之奉命，理应也来，不少真正铁汉，也难当成目的随长，何况是你？呸！通对美办的，正是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奸臣。你们窃居高位，都犯大权，欺上瞒下，狼狈为奸。这你们给这地图无言两损，夺人家财，霸人妻子，屠人家园，灭人旧土，才闹得堂堂叫声天怒人怨，锦绣江乱冤魂万千。我谢从军为太后陛下大唐成立，此今因参责人清君侧平民分，赴汤蹈火，虽死无恨将谢从军带下去，在四爷的性命约会大官。是真君不怕烈火烈。谢谢飞机。
土匪谋反，我还可免你一死。